高雄莲雅区一台轿车凶凶去撞路边的车辆，经过检测，驾驶有食毒，车顶嘛超出海洛因。南韩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底因为宣布戒严引起动乱，检方以涉嫌内乱首谋罪正式求判死刑。桃园有学生伫学校附近凶凶，互人家耍暗棍，家长已经提出告诉，警察也甲人移送地检署侦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4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高雄市莲雅区呢，昨暗时来发生一件并车的意外。这是一台轿车伊凶凶去撞路边的4台奥多拜甲一台货车，了后全规台车安尼并过。迄当阵拄好有一个老母甲2个囡仔经过，险啊去互弄着。即马经过检测，证实这个驾驶是有食毒，而且车顶嘛超出海洛因。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暗时7点外，一名妇人人后壁对着2名囡仔。原本咧行路，其中一个囡仔敢若听到声音，回头一看，雄雄发现一台轿车直冲过来，大人囡仔赶紧闪过，画面实在真危险。轿车弄到边仔的货车，搁弄对知名乌兰店以后并车。迄当时是知名乌兰店人客长坐的时，规个单位互弄倒，碗盘四界飞。唔过加在无人受伤。他不是碰，就是有用到物件啊，然后有拖到物件一下，然后就碗快飞出去那种声音，就是完全没有刹车的。就听到一声呢。系啊。啊，恁这边拢无人嘛，无人着，无人去用。无，刚才我拢有听到声，上多好诶。这位赛车了代志的查甫人后来家己爬出车外，敢若受到轻伤，不过眼神细心。警方发现，随将伊控制条进行检测，最后确定这名查甫人涉嫌吸毒赛车，而且超出各种毒品，甚至一级毒品海洛因，所以将人带登去侦办。警方于真男车上查获毒品海洛因3包及依托米酯电子烟1支。真男毒品脱衣试剂解释结果为鸦片类、安非他命类、依托米酯类、卡西酮类等呈现阳性反应。警方现场将真男逮捕侦办。警方表示，涉案查甫人毋但有毒品罪嫌，伊食毒赛车，嘛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另外，伊驾驶的汽车车牌已经超过检验期限后注销，依法车牌甲车辆拢爱互人扣落来。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新德县豆仔埔溪呢，最近是出现真侪死鱼啊！这臭味唔但是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嘛互这水质恶化去。县政府调查结果发现，讲就是因为大水期，佮加上这低温的关系，互水量减少，而且呢，这水林送速也降低。目前除了是加强清理以外，嘛来准备要设3座水井，补充水量，来改善鱼仔死亡的状况。民众来到报花散步，原地应该是来闻新鲜空气的，即马闻到所拢是臭腥味。新德县豆仔埔溪最近出现大量的死鱼啊，那严重影响水质，把造成附近的民众一日到暗拢在闻臭味。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久了，每次鱼一死掉，然后这边的话，社区就味道就很臭。太阳晒下去的话，那很臭啊。孙子在这边玩也没有安全。这个暴毙的鱼群经过太阳的曝晒之后，会发出恶臭，那非常环境堪忧啦。连那个刚刚我们这位太太说要带孙子来散步她闻到那个恶臭，她都不敢带孙子来散步啊。新德县府指出，最近因为拄到大水期，加上气温低的关系，溪水水量跟含氧量拢无够，再造成鱼仔死亡。除了会赶紧派人去清以外，卖伫水源头建立3座临时水井来增加水量。水量减少，加上最近气候寒冷，双重的因素导致含氧量的一个下降，最终导致鱼群有一些死亡的一个部分。3处的一个水井来做24小时全面性的一个补充水源的一个机制。县府表示，接下来会进行豆仔埔溪环境改善工程，以专供净化的方式处理，补充清气的水源，改善豆仔埔溪的水质。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冷气团呢有较减弱啊。今仔日透早呢，各地是拢出日，而且温度也豆仔回温。气象署是讲，伫拜五进前拢会是好天，也毋过大家注意，这早暗温差呢也是真大。到拜六礼拜又搁会反寒，而且天气是湿又搁冷。大陆冷气团减弱，
伫北部总算感受到寒天温暖的日头。气象署表示，对拜三开始，各地拢会出日是好天，温度回温，但是因为辐射冷却效应，早暗也是真寒。拜三透早，西半部上低温出现伫新竹关西，只有4.9度，其他地区拢是10度左右的低温。到拜五进前，拢要注意这款早暗温差大的天气，上侪会差到10度左右。这样子温度的低点，其实到明天还是持续。明天在我们西半部地区各地的普遍低温，其实都可以来到14度上下，尤其是局部这种比较偏向空旷平原、近山区的地方，低温也可以来到10度左右或是以下。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留意。至于白天气温方面呢，由于太阳加热比较偏温暖，所以说我们的温度可以来到20到25度上下，所以日夜温差上面感受比较大。但是出日温暖的天气，到拜六礼拜就要变天啊！气象署讲，受东北季风路南，加上菲律宾东南边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东北季风甲低气压外围环流会造成北部、东半部会有雨，天气转淡。尤其周六、周日这样子迎风面的降雨略微的增多一些些，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是偶尔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其他各地大致还是以多云到晴为主。比较明显的天气转变落在下周一到下周二，下周一东北季风增强，到了周二冷气团南下，在迎风面的这一带，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气象署讲，礼拜进前中南部透早会大雾，要开车出门的人爱细腻。若拜六礼拜，因为东北季风真强，风影较大，要往近海边也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动、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这全台湾头一座倒车道广内圆环的，就是伫咧台南的新营。去年12月才拄完工尔，也毋过启用了后呢，所互人即支这卡路袂顺，车辆定会去骑着。市政府是表示讲，这圆环新的设计呢，主要就是要考虑到这个过路人的路权，所以会继续来收集意见甲数据，看敢有需要来调整。台南市新营圆环车辆逐工拢来去去，去年12月改造，加做全台头一座倒车道加雷亚圆环了后，在地煞有人咧反映，有寡人是怨叹车行的方向三无涨，车搁定会绕着线，圆环边仔的菱形空间伤我停车价。另外，无人是感觉整体安全感有提升。那明代是这支标志甲标线，无互人随看就知影安怎行，恐惊互驾驶看甲火气。海过火煞煞，改善了真好，但是速度袂使伤紧。公车伊边啊，常啊倒摆伤紧，真危险。没有先导，这指示方向也搞不清楚。面积这么小，像前面要转这边，那边转过来要转也不方便啊，不是很容易开的。可是我们认为还是不是在适当的人行道方面再修正停车空间。交通局讲，这个路口因过常发生事故，指示无够，才会启动改善，对传统圆环转型做现代圆环。新的主要是运用车引线甲标线，后车的方向通出入，兼采用动线分流，透过路面画线，会当引导车要安怎行。要求你去圆环进前先分流，爱个减速。嘛，佮有说过路人庇护道重新整理路边停车位，车道变窄了，才能够让驾驶自然减速。那同时呢，也可以避免机车不当钻入汽车的死角。针对车道的宽度的部分，我们有适度的去放宽。我们在圆环里面，我们有做这个群环，让这些比较大型的一个车种或特殊车种可以去做碾压的一个缓冲的空间。出环跟需要绕环的一个车流，我们是有采这个分流的一个的指示。交通局强调，实在去检查大台车若驶较慢咧，这路是有够快，会当转弯射角。那人行道边的停车格、甲过路空间，拢是伫合法兼顾停车需求设的。针对这阵部分民众甲平台意见，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过路人的意见甲事故数据来做调整，因希望通车好行，过路人嘛会当安全通过。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公园的流浪甲一寡佚佗的器材呢，竟然变作是互狗仔咧使用。有民众是讲，这看起来哪像就是咧训练狗仔，认为这款行为呢，其实是无解妥当的。中华管护是表示讲，这游乐器材呢，其实并无适合狗仔来使用，所以未来会加强宣导。
明明是囡仔人咧佚佗的出流笼，但是所有民众看狗仔出落来，甚至佫互狗仔行伫放仔桥，狗仔根本行袂知。中华花园公园有民众翕到主人看狗仔来公园，唔是散步，是咧使用游乐设施。其他的人看到嘛，认为真无妥当。前几天有看到，想要制止那主人又不敢说。公园应该都是小朋友在玩的，结果有狗在那边训练，感觉不太好啊，感觉很像比特犬。可以去付费的专门的狗的运动公园啊。公园管理单位中华县政府城管处指出，公园内的游乐设施并无适合狗仔使用，未来会加强宣导，避免搁再出现这种错误行为。若动物防疫所表示，干那看影片无法度判断是毋是比特犬，嘛真恶认定敢有违反动保法无。游戏器材是给小朋友或者是说适当年龄的人来使用，会来加强的宣导，然后告知民众不要做这样子错误的一个行为。影片内容尚无法判断犬只是否为比特犬。另外，从影片中没有具体伤害动物或动物受伤的事实，尚无法判断是否有违反动物保护法。中华县政府表示，目前针对民众看狗仔使用游乐设施的行为，敢来当可控加强宣导，未来会考虑讨论是毋是要增加驻地条例来制定相关的处罚规定。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这场发生在云林县高溪草岭的火烧山意外呢，到今已经是第3天啊。今日透早6点多，这消防人员就开始抽水线来拍火，那空勤直升机也来斗卡手。目前是还阁有2台，阁继续咧翕烧。加在这烧的面积呢，是有控制条咧，无阁再弹起。那消防局是表示讲，是会分做2批去拍火，这人无法度到的所在，就会派直升机去救援。14早起8点外，空勤直升机继续夜水拍火，云林高溪草岭一壁森林大火进入第3天。一早起6点，消防人员甲2小九水线进入树林拍火。云林县消防局表示，目前火势有控制，不过阁有2处的火烧。大概还有2处的一个火点有冒烟的一个情况。那冒烟的一个区域大概1公顷，那这个冒烟的一个区域大概都是昨日燃烧的一个区域。那区域面积总燃烧的区域面积大概8公顷不变。消防局表示，火烧的面积控制伫8公顷，不过扩大。目前会针对这2位进行地面灭火，对顶面警戒点部署消防车、民间烧水车为顶头下车灭火。空中灭火部分包括国桥中心、甲国防部也派2架直升机进行坐解夜水。这2位阮是预估今仔日有直升机啦。嘛照常来咧拍火，应该阮预估是差不多明仔载，看会当顺利拢把火拍花无。廖船长陈明通表示，森林火灾进入第3天，因为地势惊拍火无简单，希望透过地面、空中做伙拍火，赶紧将火势完全拍花，将损失降到上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昏伫总统府博爱特区附近呢，是有一个20外岁骑脚踏车的查甫人，伊是因为甲过路人有口角，所以转举刀啊出来安尼黑白甲人吓惊。警方赶到现场来处理，是照这恐吓危害罪来移送法办。互警方包围，牙签高度戒备，都惊出现意外。关键的查甫人把当家举刀，引起现场的惊吓。放旁边，你先放旁边啦。支援警力到场，也当抢盾牌封闭，甲嫌犯对峙8分钟了后，总算将人制服。警卫叫他说：“你刀子放下，刀子放下。”他有放下，他后来又有捡起来，可能心理上紧张啦。后来那个警察就过来了，那个可能是快打部队还是什么。对峙场面就伫博爱特区，外总统府20外岁姓张的查甫人13中到12点外，将脚踏车骑就人行道，因为是车铃，引起行人不满，2个人都爬起来，伊说落来提出刀啊，做样会刀啊恐吓，经过警方到场解吓，伊才将刀啊单掉。为什么要提审？知道是想伤害路人吗？红掠嫌犯无前科，随身查战术刀啊，并讲用地防身，自然无犯罪，要要求申请提审。经过警方审问了后，方以涉嫌恐吓为安罪以上。另外，互相相拍的部分，双方都无提过，警方后手会以社违法裁处。经员警到场喝令张明将刀放下，张明遂将刀卸丢弃。现场由介受所员警逮捕后，带反所侦办。有关张明携带刀械部分，将以恐吓为安罪侦办。
破坏地区维安邮件部因为案发地点无固定警力驻守，平时拢靠警员巡逻。即摆协报了5分钟，紧急出动20多人到场，结束这场惊魂。因过警力的相关部署也引起关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9月时，这花莲八大案起崩山湖做大水，是隆重造成19个人死亡，真侪人失踪。即马花莲地检署是来展开调查，今仔日是去敲公福乡公所，也佮有乡长林清水的徛家等等，也会调一寡证物，要来理清这件事故到底敢有人为的疏失。今天带回几个人？发生伫去年9月的大水灾，造成19个人死亡，几内人失踪。因事发了后，有真侪灾民质疑讲，迄阵无收到特例公布甲相关通知，再走袂赴，所以检调伫灾后持续伫搜证，包括林保署甲县政府相关的防灾通报机制，敢有落实？的确，在当天的测理有很多很明显的疏失啊，我觉得这个检调必须要做调查清楚才可以归咎，不然这些因为测理不及导致人命的损失跟这些财产的损失，到底谁要负责？目前检调陆续伫公福乡公所调阅乡民保存户册、特地通报等资料，嘛展开约谈，要将查清楚这件重大死伤的事故，敢有牵涉人为的疏失。专案的以过失致死、失职等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进党嘉义县长初选的结果呢，是确定由立委蔡玉仪来对阵国民党的参选人王玉敏。2026年嘉义县县长的初选民调结果，那根据刚才10点半的开封结果，两位候选人之间民调领先的是这个蔡玉委员，那今天数字最高的也是蔡玉委员。那相关的提名作业会经由下礼拜的选对会来经过中执会后提名通过。民进党有来公布这民调的结果呢？这蔡玉仪是64.81%，这是赢过黄英利38.19%，确定是由蔡玉仪来参选嘉义县长。另外，伫台南市选区呢，是立委陈定辉甲林俊宪2个人咧车拼，永暗就会执行民调。另外来看，这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呢，4个要来竞一个，落尾是这赖瑞良赢过区议员0.6%，要来代表力赢出来。这赖瑞良是强调讲会担起高雄的未来，甲高雄守好调。高雄加油！高雄加油！面对镜头，民进党立委赖瑞良看了心情真好。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4个要出一个，竞争是真激烈。民调13出来，赖瑞良排第1，赢排第2的区议员。赖瑞良会代表力赢参选高雄市长，伊强调讲一定会守护高雄的发展甲未来。我也会全力的来继续争取我们3位同志跟所有的市民的支持，所有的从政同志的支持。我相信我们会团结一致。根据民进党公布的民调，4个候选人甲国民党瓜子温来比，赖瑞良以55.99%排第1，区议员排第2，摕到55.38%，柯志佳排第3，林岱华排第4。区议员虽然有现任市长，但其卖小天，不过这届差无较1%全输去。第一时间要是得现风度接受结果，先恭喜赖瑞良，嘛讲会继续为高雄打拼。我也祝福赖瑞荣，那也希望未来这个高雄，就像我说的，一生悬命，一生会奉献给高雄。恭喜赖瑞荣委员。面对未来的挑战，我们将会团结一致，守住高雄。只要制度公平正当，就没有脱党分裂的选项。今天结果出来了，我用同样的态度面对，我愿意承担。柯志佳回应讲，会做伙守护高雄。林岱华强调讲，尊重制度，袂离开民进党。但其嘛表示，初选了后，上界重要的是年底的大选，延续民进党执政。初选难免。就是竞争，但是更重要的是，选后能够团结一致。未来就是柯真跟赖瑞荣的一个决战，甚至你可以说是柯真跟新潮流整个的一个决战，资源非常的多，所以我们未来高雄市长会是一个以小博大、逆转的一个方式。对手确定是赖瑞良出线，瓜子温表示会出现甲新潮流的对决，也会伫3月份提出政见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府是来公布海基会新董事长是由前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来接，希望讲会当来推动两岸正面健康的交流。因来陆委会是表示讲，相信这苏家全是会当带海基会对两岸的关系做出重要的贡献。海基会前董事长吴鸿山伫去年12月当干事会议上宣布请辞，卸任之前，伊搁再针对两岸的局势强调和平是唯一的出路。两岸之间如果不行兵戎相向，不会是大炮打小鸟，而是火车惨烈对撞，而后果是两岸几代人血汗打拼的成果化为乌有。和平至上，两岸整合，兄弟分立，互利互惠，共存共荣，才是两岸之间唯一的光明大道。今麦总统府也伫咧13正式公布海基会新任董事长人选。会由前台日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来接任，希望会当推动两岸正面健康的交流。陆委会表示，相信苏家全会当带领海基会团队对两岸关系发展来做出重要的贡献。过去担任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期间，苏家全也常在伫咧公开活动上加强甲日本的交流。我们除了坚定捍卫自由且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也会实际行动支持来自日本的安全且优质的农渔产品。苏家全捌做过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屏东县长、内政部长、农委会主委、立法院长、甲台日关系协会会长，也有民进党秘书长、中常委等等的职务，经验是真丰富。说落来，苏家全要安怎带领海基会，促进两岸沟通交流，受到各界关注。公司新闻朱宏伫前景讲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做回来关心的是，这伊朗反政府示威呢，即嘛是还未收煞。美国总统川普毋但是公开来支持抗议人士，也警告德黑兰当局袂当对遮个人来动手，而且伊搁较宣布，任何甲伊朗有贸易来往的国家，拢会加扣25%的关税。因若这项政策呢，是互伊朗上界大的人客，也就是中国气甲掉骹断地。伊朗各地示威行动已经演变做最近这3冬上大的统治危机。根据人权组织调查，目前已经有超过1850个抗议的人伫咧镇压当中过身，疯掠的人突破16000人。德黑兰当局甚至计划要甲示威的人处决。美国总统 Trump 都用社群媒体甲伊朗的民众赞声。Trump 访访问的时阵，佮强调美国当咧注心死亡的人数，针对伊朗人民的援助已经起稿啊。There's a lot of help on the way, and in different forms, including economic help from our standpoint, and not going to help Iran very much. And we put Iran out of business with their nuclear capacity, and now, depending on what's actually happening, nobody's been able to give us accurate numbers about how many people they've killed. 除了甲伊朗的人民赞声 ，Trump 嘛取消甲伊朗官员的会谈，而且佮用关税制裁，宣布任何甲伊朗做生意的国家，若是进入美国市场，都用25%的额外关税。这项政策影响上大、上直接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去年有关于13到14%的原油进口挖靠伊朗，若是新关税起步，中国运去美国的物件，关税恐惊会突破70%。我们始终认为关税战没有赢家。中方会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面对 Trump 关税威胁，中国学者分析，安尼做仅仅是大兴世界钱，吃啥尔？目的是为着要伫4月去中国访问进前，增加谈判的牌子啊，可能让 Trump 要去中国的无确定性增加。Trump is again bluffing, and China will call the bluff. I can assure you that Trump has no guts to impose the extra 25% tariff on China. And if he does, China will retaliate, and he will be punished. 虽望北京态度真强硬，不过伊朗防杀害的示威者人数一直增加。Trump 政府内部已经开始建议，包括军事打击甲网络攻击在内的强势选项。美国、中国、伊朗3国之间的冲突，当咧为地缘政治延伸去经贸领域，嘛互北大西洋甲波斯湾的局势愈来愈紧绷。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再来看，这美国总统 Trump 呢是公开来讲要摕到格陵兰，甚至呢是有共和党的众议员提案，要把这个格陵兰列做是美国的第51州。也毋过，格陵兰总理也佮有丹麦总理呢，拢讲因绝对袂卖，而且会直接派人去到华府当面讲互清楚。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和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
拜二伫咧哥本哈根做伙展现团结的立场，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指派特使威胁施压要接管格陵蘭，尼爾森是連續講3句肯定來表達堅定嘅立場。Grønland vil ikke ejes af USA. Grønland vil ikke styres af USA. Grønland vil ikke være en del af USA. Vi vælger det Grønland, vi kender i dag, og som er en del af kongeriget Danmark. 尼爾森強調，格陵蘭唔是商品，雖然重視甲美國嘅安全談判關係，唔過絕對袂選擇脫離單邊王國，互美國來接管。因啊，華府嘅動作攏無停歇，有共和黨籍嘅眾議員已經正式提出法案，主張為着國家嘅安全，應該互格陵蘭成做美國面積上大第51州。川普閣表示講，格陵蘭有真重要嘅戰略地位，中國甲羅西亞專家攏已經部署佇咧周邊海域，但係根本就無才調來防衛。專家分析，川普調伊要得到格陵蘭，背後除了為着戰略地位甲豐富嘅礦產，也有一種擴大領土嘅歷史野心。So this idea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and perhaps the idea that Trump has the possibility then of going down in history as one of the presidents that expanded the U.S. 透過將格陵蘭借落來，川普打算要佇歷史上留下擴大美國領土嘅記錄。不過，這對格陵蘭甲南美來講，煞是真歹讓步嘅紅線。格陵蘭首都民眾普遍都無法度理解美國嘅威脅，而且也感覺倒彈，認為是幼稚無公平對待。因啊，南美甲格陵蘭嘅外交部長伫美東時間14日要去華府會見美國嘅高層，這場有關主權甲尊嚴嘅北極保衛戰，將要進入上關鍵嘅坎站。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南韓的前總統尹錫悅在2024年的12月是來宣布戒嚴，迄當陣伊是來動用這軍隊甲警察是引起社會動亂，即嘛檢方是以涉嫌內亂首謀罪正式甲法院求判死刑。南韓前總統尹錫悅坐這台車，從早起首爾中央地方法院出席刑事審判1審的結案辯論，經過大約11點鐘的審理，檢方以涉嫌內亂首謀罪。正式請求甲伊判死刑，法院打算2月中會來宣判。根據韓國媒體報道，尹錫悅佇法庭當中聽到死刑了後，悶悶啊笑，而且四界咧笑。伊的支持者當場罵檢方是小的黑白講話，去互法官阻擋。根據起訴的內容，尹錫悅佇毋是戰爭或者是國家緊急狀態時陣，違反憲法來宣布緊急戒嚴，而且動員軍隊甲警察引起混亂。頂個月特別檢察官就宣布6個月來的調查結果。윤석열 등은 2023년 10월 전부터 비상계엄을 준비하였고 군을 통해 무력으로 정치활동 및 국회 기능을 정지시키고 국회를 대체할 비상입법기구를 통해 입법권과 사법권을 장악한 후 반대 세력을 제거하고 권력을 독점 유지할 목적으로 비상계엄을 선포한 사실을 확인하였습니다. 包含尹錫悅在內，攏總有8個被告，其中前國防部長官金良憲涉嫌參與內亂，去互求處無期徒刑。前情報司令官羅尚元互求處30天的刑期。專家表示，法院真有可能會判尹錫悅愛關一世人。南韓自1997年到今就攏無執行過死刑，這幾冬來嘛真少咧判死刑。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再來看，咱立法院是針對單席總統來舉辦頭一場公聽會，民進黨是批評這在野呢攏咧烏白亂舞，也那國民黨是用台灣版的尹錫悅來形容咱的賴總統。根據這議程呢，1月21甲22是邀請賴總統去到國會來說明，也那總統府是表示尊重，不過毋望會當先來審查總預算甲國防特別條例。立法院針對總統羅清條單票限制是開第一場公聽會，除了調解立委，也邀請各黨團推舉的學者專家、前監察委員將會議及賴政府將在違法的真濟項後期失敗了的法案申請釋憲，互行政立法司法計算送去。不過律師羅秉雄表示，行政一定對在違法無附屬都是政治憲法頂外權力執行。附屬是一個行政院長的實質性的權利，既然是行政院長不願附屬，應該是針對行政院長來進行一個政治跟憲法方面的權力互相的制衡，那怎麼會跟總統有關係？我們憲法72條裡面，總統應於收到法案後10日內公布之，它是強制規定，所以不公布何所本。經濟時間2月2日，審查會邀請被單票前賴總統出席。總統府表示尊重國會職權，不過考慮國家發展及國民福祉，或者立法院8項會期最後13天，完成審查本年度總預算及國防特別條例。佢
可以让总预算顺利挂号成功，其实只剩2次的程序委员会。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这个礼拜的礼拜3、礼拜4，跟下个礼拜3的礼拜3、礼拜4的委员会都不见了，因为要拿来做他们在意的总统弹劾案的审查跟公听会。在野党真的就是打算决心抵死不从，包括军人加薪、警消的退休保障、公教年金的停砍，以及地方财政收支划分法该有的所谓的财政的分配，赖清德都不编、不附属、不公布、不执行，跟最近被南韩起诉还要是求处死刑的尹锡悦的行为差距在哪里？到底杨惠萍执政党想要陷害在野，表示若非两党已经展开协商，会主动提案合总预算内底关系民生部分性改套，确保民众欢迎。另外强调，总预算含包含新兴计划已经在去年8月送入反映，至于另外提出根本是事无前提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今仔日是出发去访问中国。其实，离顶一道这总理访问中国呢，已经有9天的时间啊。不过嘛，因为行程是安尼，原底有2个要来台湾访问的这个加拿大众议员，因是讲受到因政府的建议，所以会提早3天来离开。议员是强调讲，其实因国会当中呢是有真侪支持台湾的力量，也毋望会当继续深化双边的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出发进前，甲媒体摇手致意，率来启动4天访问中国的行程。这嘛是加拿大总理让9年了后去访问中国。不过嘛，因为安尼，原本受到邀请要来台湾访问的2个加拿大执政党众议员何杰斯甲赖良德，决定提早3天回国。声明讲到，因为加拿大政府建议因避免甲总理访问中国的行程有冲突，造成外交政策的问题，所以因2个人嘛无甲总统赖清德见面。不久前，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军演，非常感谢加拿大政府发布公开声明，表达关切，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We also recognize the intensified and aggressive authoritarian pressure that Taiwan faces beyond its borders, and we reject the normalization of intimidation, of military coercion, of attempts to rewrite international norms through force. 加拿大在野党众议员强调讲，台湾甲加拿大共享民主自由价值，而且加拿大国会内底有真侪支持台湾的力量，期待持续深化台湾甲加拿大双边的关系。不过，英国卫报报道，中国的官员当伫咧上空上芳，向欧洲的国家提供法律的建议，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因的国家。我国高层赴欧盟国家访问，是台湾与欧洲的正常交往与互动，并受到欧洲各方的欢迎。有助台欧互惠互利关系的发展，完全与中国无关，中方更无权置喙。外交部大力谴责中国施压的行为，而且讲，就算面对中国想要迫害台湾甲国际同伴的关系，会更加坚定甲理念相合的国家来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去到美国呢，即届是针对这关税甲国防的议题，甲美方的人员咧会谈。今仔日早起返来到台湾，黄国昌是表示讲，这民众党是支持强化国防，也毋过台湾的民主是袂当互伊牺牲去，所以袂当无尊重国会。也那美方呢嘛表示理解而且赞成。对不起，我顿一下，因为我脑袋里面一直在思考要怎么样组织我的发言。可以遵守跟美方的协议。讲话小可顿地，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结束访问美国的行程了后，10时返来台湾召开记者会，报告出访的成果。不过，伊嘛讲，早起返来台湾的时阵，有收到 AIT 的信息，考虑 AIT 的请求，甲对美国的尊重，无法度转述会中美国官员所讲的话，这是徛伫双方互相信任甲尊重。目前有关于高关税的谈判，基本上条件都已经谈妥了，在未来的数周，应该就会进行正式的公布跟协议的签署。关税内容的细节，黄国昌敢若讲无法度代替行政部门来宣布，嘛强调民众党支持强化国防，不过台湾的民主袂当互牺牲，国会袂当互当作塑胶，这点美国充分理解嘛赞成，而且一条2500亿国防特别条例，无完全是对美军购。这1兆2500亿。并不是全部都是对美的军购，有相当高比例
不是，我反对民进党的那个版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反对的决心只有更强烈，不仅没有软化，还更强烈。吴国昌强调讲，民众党反对行政院版本军购特别条例，会家己搁提另外的版本。嘛讲有甲美国问讲，目前美国对待军购延签交会进行，有得到正面的回应，知影问题伫咧倒。美国嘛答应讲会尽力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校园的安全，伫咧桃园呢，有学生囡仔伫咧学校附近熊熊互人家耍这暗棍，加在附近的民众是随出手来主动。目前呢，这被害者的家长已经提出告诉，因为警察也照规定受理，甲这嫌犯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今时期翕到高小女学生熊熊互青训的查某人用手棍靠暗棍攻击画面，代志都发生伫12日下晡4点多，女学生放学转去了后，要搁转去学校参加社团，暗过才拄过路就被攻击。好佳在附近的民众见义勇为，出面阻止，女学生这时阵才用脱身离开。情况是怎么样？那一件情况就是妹妹过马路，然后就有一个女生，然后对她锁喉。对，勒住他的脖子，然后那时候我就听到救命声，对，然后我就立马冲过去，先救那个妹妹。针对女学生被锁后的事件，桃园警会局表示，原警接到报案了，马上赶到会，将涉案的查某人押入保护管束，将其强制就医。被害学生囡仔家长已经提出伤害甲恐吓告诉，原警依照规定受理，佮移请桃园地检署来侦办。女子与友人严重争吵，情绪失控，无故骚扰，掐被害学童颈部，热心民众立即上前阻止，员警获报立即赶抵现场。遇到这样的状况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自保比较好？立刻求救，然后呢，寻找一个安全的庇护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赶快叫人家报警。学校知影了后，马上进行校安甲社情通报，同时利用调会加强学生囡仔安全自保宣导，也请老师继续关心被攻击学生的身心状态，要求警局加强巡逻以外，也请你办公室协助，学校校长主任加各行政人员也伫上学区加强导护巡逻。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的太平有一间私立的幼儿园，去年10月时阵呢，互家长甲指控讲，这教职人员是涉嫌虐待囡仔。教育局来调查，确实是有影，所以宣布裁罚这教保人员、外籍老师，也佮有幼儿园呢是6000至6万块。另外，佮有发现讲，这间幼儿园竟然是请真侪个无这教保资格的人来做教保人员，所以民间团体是呼吁应该爱互伊停止招生。幼稚园的车入去学校了后，上课时间到，足侪士大人亲身接送。台中市太平区私立哈佛幼稚园去年10月，互家长指控囡仔伫咧园区内底去互教职人员不当对待，唔拿甲拖，甚至用头弄涂骹。教育局最近调查是事实，公布幼稚园的名，也有负责人挂2个涉案人员的名字，引发其他家长议论。家长他们没有看监视器，其实也都不知道，因为家长都在上班啊。那听说那个妈妈是盯着那个监视器看，我是有看到文章有这样写，所以才发现他小孩被虐待。我觉得老师不会这样做，我觉得里面的老师都很好，他们都很有耐心教小孩，可能是有一些误会啦。教育局请外聘委员调查审议，确认园方一个教保员加一个外籍老师确实有不当对待行为，依照幼稚教育及照顾法教保服务人员条例，分别罚6万块加6000块，另外园方才罚6万块。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们已经同步跟教育局完成所有的调查跟所有的惩处了。教育局在调查过程当中，佮发现哈佛幼稚园竟然请足侪无教保服务资格人员来做这项事工，会令案加重裁处。发现园方聘用4位未具教保资格人员，教育局要求不得入园进班教学，并依法各处3万元罚锾，同时对园方依法加重处30万元罚锾。我没有看到对于聘任不当的人员有任何的惩处。我认为对这个学校必须要严惩啊。那如果比例真的很高的话，那真的是要减班停招。日本教育基金会强调，若是请无教保服务资格人员是事实，是足严重的违法，呼吁市府应该爱甲减班，停止招生。国视新闻尤文峰、裴焕群台中报道。
来看这屏东中地乡有一个路口台转区呢，是画伫这车道的路面，有人是警惕讲，这到底是要等车仔灯，也是要等要互车来弄咧？也那市政府公务处是表示讲，其实现场实际状况呢，是袂互台转的车去互弄到的。乌多摆准备要倒弯，先徛到台川区等车灯，毋过有民众伫社群网站打文，讲屏东中地这道路口台川区位伫车道的路中，这是要等车灯，也是要等红绿。嘛有网友讲，伊就捌伫台川区去互车弄到。是刘公台24线中心路往光华巷的一个机车转弯使用啊那他在我们昆仑路绿灯同行的时候该停等区的车辆也会。一起同行那会有行车碰撞的一个疑虑。拍开 Google 的地图详细看，是为着予中兴路要倒弯光华巷的机车使用的。实际到现场，机车伫台川区等待的时阵，昆仑路嘛是红灯，所以袂有车对台川区的后面来。主要是对向要倒弯的车辆，若想超过中线，就会影响到台川区乌多摆的安全。那边来的车有时候它转弯太快搞不好就会切到这里。阮待转区搁较意外的，就较袂啦。较袂啦也收出来了，对啊，你感觉？伊都伫迄个车道遮嘛嘿啦。民众表示，其实这个台转区会当画卡内底，避免和对向小险车是受晚近。公务处提醒用路人要按照交通标线徛，而且注意交通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最近这条野呢，是因为临港城市法案的讨论甲正热，各教民甲家长团体是呼吁政府应该爱大声来解决这临港城市法的医疗风险。即马这台湾新生儿的死亡率呢，已经是日本甲韩国的2倍叫3倍啊。临港城市也是讲早产的这风险呢，也凭这自然有新呢，搁较加2.4倍。最近朝野立委因为临港新式法修法吵甲真热，各教民和家长团体拜三召开记者会。这期政府敢若强调临港新式法会当改善卫生，增加未婚女性和同志的权益，却无讲清楚风险。临港新式可能会造成早产，会出示体重受过轻的风险，甚至根据 OECD 的统计，台湾新生儿死亡率是日本的3.5倍，韩国的2倍。很多立委都预估说我们接下来人工生殖会带来3万呐，台湾现在出生率是10万，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已带来的一个风险度，早产跟低体重有多少了，对不对？各位真的去看人工生殖的 Google， 你把它查一下，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你相关的风险，这些其实该讲而不讲，所以我们家长团体其实颇忧心。各教民警告讲，若是一直扩大临港城市，恐惊会造成医疗健保甲特教资源的负担。由新生儿科医生指出，临港新式法的风险比自然有生的风险搁较悬。数字已经显示出来，台湾新生儿的健康在倒退路。临港新式早产的风险比自然有生加出来2.4倍。人工生殖出来的孩子其实蛮容易就是早产低体重啊，就算是36周出生的孩子，他没有用过呼吸器，他们的那个成年人的时候，到成年人的时候，他们的肺功能也是没有足月儿的肺功能好，而且会衰退的比较快。各教民也呼吁政府要拼生育率进前，应该先解决囡仔的健康问题。伫咧临港新式咨询进前，爱清楚向民众说明早产和体重过轻的风险。同时，教育部也爱先准备好早疗和特殊教育的资源，才袂等到囡仔出世了后，才发现医疗和教育体系拢接袂调。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讲到这学校的营养午餐，即马屏东县呢也嘛宣布115学年度开始，这营养午餐是会当食免钱。目前来讲，全台湾已经有19个县市是来推动免费的营养午餐。只剩8个工作天，学期就结束了。这时候很容易涣散，很容易不小心就做错事。我们要专业给大家看，可以吗？提供上百家人73间学校营养午餐，伫新北即间团膳业者，逐工都落4家安。全国餐会工会全联会统计，供应午餐的厂商逐年都减少。目前全国差不多有161间，主要因为通货膨胀、跟人事的成本提高，法规限制愈来愈严格。对2027开始，台湾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喷处理费嘛会提高。目前我们的厨余是要贴钱给养猪业者来载以我们目前以我公司的量，1个月大概要贴10多万。那退场之后，这些
这些所谓的厨余的清运，就要让以行业者来协助，那也要让去化业者来处理。分较早会当卖钱，即马一个月支出要到10几万。但明信表示，对厂商来讲，利润压缩，而且风险高。中部也有团膳业者表示，9月新学年要起10块才符合成本。全联会初估，大家学生达等爱收3块的喷处理费。如果在北市的话，至少5块钱以上的厨余处理费。对，那当然中南部目前抓一定是要3块钱以上。已经有19个县市实施，也是宣布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不过9月新学年，团膳业者可能起价。全国家长会长联盟表示，品质也是家长上关心的代志。是不是也会让这个成本升高？那我们家长们最关心的就是小朋友在吃的上面，是不是会吃的不如从前？但明信指出，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唔那是本来家长出钱，改做政府出钱，这么简单。已经向台北市建议采取定价补助、学校载议机制，透过家长问卷看款去调整绩效，嘛会当反映通货膨胀甲可能增加的成本，避免品质降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宜兰嘉角有一个姓黄的毒品受刑人呢，是因为着癌保外就医，也毋过来人煞走去，无过再回来。虽然要1礼拜的时间了后，昨总算伫台北市，互人甲抓到啊。下车。看到一台车真可疑，警察就去甲查落来，车顶敲着旗啊！这驾驶的身份查落去不得了，竟然是宜兰监角的受刑人。这个姓黄的查甫人贩毒品的案件，互判爱关一冬，应该入去坐监，伊哪会煞伫外口咧拍拍照咧？他应该是1月8号就要去地检署报道，我们通知他去地检署报道，他是到时没有报道啊。原来这个人去年4月伫宜兰监角咧坐监，因为着癌去年10月保外就医，啊毋过伊真侪届互人找袂着人，监角伫今年1月初5废止伊的保外就医，要求伊1月初8爱倒转来，无想到伊无转去监角，颠倒伫外口4个月尾，13伫咧台北市文山区去互抓着。我们对其实施唾液快筛检测是呈现阳性反应，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北检侦办。未过1礼拜嘛是搁去互抓着，警方当场验出有食毒涉嫌食毒驶车，原本的假是还未坐满，即马搁加一条，只是受刑人保外就医无转去监角，过去达不时的出现。早就医多久了？我请假到7月3号哎。亲像去年7月，新竹监角的受刑人江玉贤，趁保外就医让降酸，甚至伫外口犯2件性侵案。面对安尼状况，监角要安怎加强管制嘞？我就有一个做法，也许可以学是外一间的做法，就是现在不是要戴电子手表，那他们也会发那个手机，如果有这些设备辅助的话，到时候谁的责任也比较好厘清啊。监所关注小组建议加强使用科技设备，包含互伫外口的受刑人查个案的手机啊，也个挂电子手表来加强监控。公视新闻陈冠芬、陈宏毅、林敬伦台北宜兰报道。来看这搭这家己的过义新华村呢，是真热门的景点。也毋过，即马所传出这业者是欠主管单位买900万，即马双方解除契约，对1月10日开始是先交予林体文资处家己来经营。伫家己市以新营甲日本建筑做主题的过义新华村，园区内店家照常营业，平常日嘛也有游客。毋过，所传出经营团队有财务困难，无法度伫期限内还欠主管单位阿里山林体文资处的费用，所以经营团队甲林体文资处双方已经解除合作契约，为1月10日开始，林体文资处暂时家己来经营这个园区。积欠本处114年应缴纳之租金、权利金，还有逾期罚金，总共893万余元，所以本处才会依照契约的约定，在1月15日跟快存公司正式终止契约。除了欠主管单位租金甲权利金以外，负责经营的公司嘛，阁有欠园区内底店家的营业收入。园区的店家表示，即卖因找无团队的负责人，希望林体文资处会当出面来协助。有点像百货公司的方式，它就是会有月结45天，所以大部分的厂商在这边应该都会有将近2个月的费用在这个厂商这边这样子。我们等于说厂商的货款都有在对方那边，目前都还没有拿到这样子。平均我应该都接近100了吧，大家都破100了。只是说我是觉得说那个林铁处这边他应该要更积极的站在这些立场上去协助我们店家。林体文资处表示，
除了开始进行重新公开标组的工作以外，嘛当咧甲园区内店家讨论换新合约的代志。另外，会要求进前经营的团队赶紧解决甲园区店家的债务。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希望会当维持园区的正常运作。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世界潮流界来看，这英国政府呢是要来发布一份针对囡仔使用电子产品的指引。根据这建议呢，2岁至4岁囡仔，逐日上介济，敢若会当看电子荧幕1点钟尔尔。另外，为着要来应应这大考也有糖尿的危机，世界卫生组织是呼吁讲，这含糖的饮料也有酒精，应该着爱加扣寡税。I see you, peekaboo。伫伦敦这间学校内底，妈妈甲心肝仔做伙互动，这是伫囡仔成长过程当中上介好学习的方式。不过，根据英国政府要发布上新的报告，会当发现，太侪囡仔实在是想买3C的用品，因的目睭看的毋是外口的世界，是定伫咧手机啊顶悬。She sees my phone, she just loves it, and then it's like she'll just try and take it. 调查显示，若是用伤侪智慧型手机啊，会阻碍5岁以下囡仔学习，也阁有讲话能力。所以政府要来制定一个指引，按算4月要来发布。英国大学学院研究发现，囡仔若逐工看荧幕5点钟，伫34个思虑的测验当中，敢若得53%。逐工若敢若看44分钟以下的人是得65%。A lot of vocabulary is acquired through interactions. 研究佫发现，98%2岁以下囡仔平均每一工看荧幕的时间是2点钟，有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建议2岁到4岁的囡仔一工看1点钟，这个标准的敢若34%。专家讲，4分之会使入学的囡仔看到绘本，袂晓家己翻译。另外，一名全球伤过肥，也有糖尿病危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针对有糖的饮料，也有酒精提悬扣税。Got taxes in lots of countries, 150 or something like that now. Some studies from the UK, for example, suggest that the sugary drinks industry levy in the UK has had an effect on childhood obesity and on tooth decay. They do hurt the people on the lowest incomes the most. People on lower incomes tend to be more likely than people on higher incomes to be drinking or smoking or consuming sugary drinks. 食薰、啉酒，也有啉有糖的饮料，这对人体拢是不好的。世界卫生组织伫2025年7月正式推出计划，望讲伫2035年进前，将这3项产品的介绍至少提悬50%。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下晡尾的天气，咱甲时间交互 AI 主播唐啊。今仔日一时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各地早暗悠远会较冷，日夜的温差大。伫今仔日甲明仔载，台湾各地也阁有平烏。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只有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会有零散短暂雨。以上就是这个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